多的这个这个清凉的状态，所以呢，就是佛陀的慈悲呢，就是如月光一样照耀在一切众生的身上。然后佛陀的这个事业呢，就是如意宝一样如意宝呢，就是有一切众生有什么样的心愿，都能满足一切众生的心愿，所以呢，就是如宝藏一样满圆一切众生佛陀的力量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比喻为这个宝藏这个呢，就是比喻为这个佛陀的这个力量呢，就是比喻不可思议就是无穷无尽的它是不可思议与赐予给众生救度众生的力量是不可思议，所以在这里呢，顶礼佛陀的这种殊胜的这种力量，所以这个呢智慧和慈悲力量三种的这个赞颂这个呢谁具有呢？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佛。释迦狮子为什么叫狮子呢？一切动物当中，狮子是最高尚的，也可以说是最上等级的这个动物。所以呢，就是佛陀呢，一切人与一切众生当中，它是最殊胜的、最无上的，所以呢，叫做比喻为狮子。它呢，就是赐给众生一切的这个善与妙就是妙善给众生带来很多的幸福，给众生带来快乐。所以呢，它呢就是无上的这个殊胜的这个上师我可以说是无上殊胜的这个引导者本师，就我们从本师的门下呢，就是一个顶礼一个礼赞句。第二句呢，就是三十诸佛汇集文殊尊，承许救度三界观世音，引导着世化身撒迦巴，难言称呼住下我请礼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三世诸佛的智慧的总集是文殊菩萨然后呢这个一切诸佛菩萨的这个慈悲的化身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承许承诺说要救度一切众生，他这样的发心这个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的化身这个是撒迦巴撒迦巴呢，撒迦五祖当中的撒迦粗祖撒钦公嘎宁波是我们观音菩萨的化身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它是尤其在这个浊世的时候，众生具有烦恼这个五浊恶世的时候呢，实现为人的这种显象来度化众生的高僧大德，是我们撒迦派当中的撒迦粗祖这撒钦公嘎宁波。他的祖下呢，我们要顶礼恭敬深厚一顶礼这个难言称呼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称呼自己的上师称呼这个高僧大德以及佛菩萨的时候，不可以直接称他的名字。我们就可以平时叫我们的上师的时候呢，我们的大恩上师或者是我的恩人等等这样来称呼，不可以直接名称我的上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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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等等，不能呢就不可以这样的叫法。所以呢，我们这里呢也是敦亲般若巴大师他的这个传承的上师撒钦呢，他尊敬的就是很难以开口他的名称，所以呢，我们撒迦巴的这个足下呢，就是最下等的地方呢，就是他的脚下面呢，我们要恭敬就是顶礼他的身口意的恭敬而顶礼这个身体呢，就是一个五体投地的这个拜在地下然后呢，就是心呢，就是非常清净的信心圣洁的信心，而且呢，就是这个不推转的信心，有这么一个坚固的信心来恭敬然后呢，就是口里呢，我们就要赞颂这个顶礼上师的这个词句，或者是我们念诵这个皈依文来这样的一个赞颂这也是一个顶礼传承上师当中的这个撒钦公嘎宁波，我们要顶礼下面呢还有这个前面两句呢就是顶礼句这下面一句呢就是属于例示就是我要解释这个撒钦公嘎宁波的这个教授，我们要解释他就来发诗就是也有别人齐秦写一部这样的一个解释的原因下呢，他就是注了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前世积福得于修法生任于财供教育持教者
回答善会再问之问题，宣说大成不共之教授。他这边呢就是说，我们今生的这个福报都是来自于过去潜意识当中所积累的福报，而才能得到这个修行这样的一个身体这个算是一个暇满的人生。我们可以接下来呢可以讲所以呢，坤清果仁巴大师他说，前世所积累的福报而得到的这个今生能够可以修行的一个身体。然后他呢就是曾经过去当中所积累的福报，早于自然而然任运而得到的财物呢，要供养我们的教派供养我们的佛教，供养我们佛教的持有者的高僧大德们。然后呢就是我们通过其他的师徒来问这个问题请教这个修心法的一些法门，所以他回答这个善会再问的这个问题之下呢，他就是注了这个大乘不共之教授的这个解释不共之这个教授呢，属于是远离四中执着心的法，他就是传授了这个四中执着法的一个教授的一个解释。今天呢，我们就要讲这个解释的这个部分这个坤清果仁巴大师在这个立誓句的时候，他就是说我要注照这样一个解释的一个论，他就是这样来发誓。因为普通凡夫的人呢，他一般这个承诺的事情在水上写字一样，写完了以后就没有这个字。但我们高僧大德呢所讲的话，都是刻在石头上一样无论在多长的时间都不会推转的。所以同样，高僧大德所发的誓他们就说要注意一个这样的论点，他们一旦发誓了以后呢，就无论怎么样的情况都不会放弃这些事情。所以呢，就是也是一个殊胜的缘起，也是一个圆满成就的一个缘起。所以呢，首先要顶礼再呢就是讲这个立誓句这两种来讲。然后他这边呢是这样讲，虽然所有宇宙的人没有敦勤，但具有善待所有宇宙之心的，乃是真实圆满的佛陀的确是。佛陀呢，没有任何一个人邀请佛陀你先成佛吧，没有人这样敦请佛陀的，也没有让佛陀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并没有人去让他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佛陀呢，就是他自己实修然后首先呢就是发的这个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他想度化一切的众生，他想远离一切痛苦当中，有这样发了一个殊胜的发心。然后呢就是六度万行，他就是布施持戒等修行圆满，然后最后呢得到了一个成就就是但是他这个佛陀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敦请他但他呢就是关心我们所有宇宙上的众生他关心一切的众生这是谁呢？这是我们圆满得正的这个佛陀，他以非常符合的这个法教就是一切众生的这个根基宣讲了这个一切的法运我们平时讲平时以藏传佛教的这个经文讲的时候叫这个缺己通部就是法运就是平时没有讲法门这个说法，有点偏于这种汉传的讲法。其实法运运呢就是一些法呢就是堆积在这个里面包含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就是佛陀针对各不相同的根器的众生讲了84000的法运。这个包含在这个般若密层与这个金刚层两种里面这个般若密层呢，就指的是我们平时教的这个显宗的法这个般若密层呢就是叫做这个到达彼岸的法的意思这个巴扎美大师平时在梵文的发音般若密层就是帕润对起比贴巴的帕吉贴巴，就是一个呢就是密层的这个层一个呢就是显宗的这个般若密层和这个金刚层两种的里面，以佛陀所讲的一切法呢，都包含在这个般若密层和这个金刚层两种里面。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这里讲的呢就是般若密层的法般若密层的法也分为两种在经典里面解说为主的这个实修的部分和口诀要点的这个实修部分有两种的阶段来讲
首先呢，在这个经典里解说主要的这个实修部分呢，我们过去的很多大德包括弥勒菩萨包括我们龙树菩萨还有呢圣天论师寂天菩萨、月城论师等这个大德们，过去讲了很多的这个波罗蜜层的法，我们也曾经听说过这些大德，这些都是印度的这个成就者。包括我们的弥勒佛呢，就是我们兜率天的这个现在弘法的这个兜率天的这个引导者导师这个弥勒佛，他呢就是在兜率天传讲佛法然后呢这个通过我们的无着菩萨，他实修弥勒佛，然后实修成就以后呢，弥勒佛带他到这个兜率天，然后在天界里面给他传了这个弥勒的一些法，然后他回来以后呢，整理了这个弥勒无论这些法呢，都是属于波罗蜜层的法所以今天我们这里首先呢，就是这个波罗蜜层的法当中呢，首先这个弥勒佛他的这个经庄严论还有呢这个显观庄严论等很多的这个论点当中呢，也就是实修的部分也讲了不少的所以他的这个实修部分呢，我们也可以这个简单来了之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可以体会到所有这个远离四种执着心的内容都包含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大德们，也可以说是印度的高僧大德们所著作的论点当中呢，都包含过去的这个大德们所著的论点当中都包含的话呢，那就是绝对符合佛陀所讲的法所以佛陀所讲的这个律藏论藏、经藏等这个所有的三藏的这个内容呢通过论点来解释出来，所以这些呢都包含在这个论点当中。所以首先呢，我们要了知这个弥勒佛所讲的这个显观庄严论也是非常深奥的一个法门它是属于般若的法门它这个内容般若的佛陀所讲的这个般若法门一切般若法门都是属于佛陀一生当中转了3次法轮当中呢第2转法轮在灵鹫山的时候所传的这个法当中讲的这个般若法门，这个般若法门呢总集为这个8种显观来此地来宣说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一切的这个志向道之相然后呢一切智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一个道路的部分呢，就是圆满正一切的这个相加行和这个直行加行然后就见次加行这个是修行部分。然后以基础和修行来得证的是什么呢？第8个呢，就是讲的是这个法身的这个果所以呢，总共就有讲这个8种的显观，8种显观的这个次第是弥勒菩萨呢在显观庄严论里面呢是这样讲的。以后我们有这个机缘的时候呢，就要讲这个显观庄严论然后在这个经庄严论里面呢，就要讲这个大乘这个各种的这个经典的密意尤其是要讲这个种性然后呢这个对法升起这种圣洁的信心等宣讲了这个次第他的这个经庄严论当中的正文里面呢就是这样讲种性圣洁法如实以发心实修布施等成属诸众生他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理解说经庄严论里面呢讲的这个种性平时讲的就是说如来的宝藏，每个众生呢都具有这个如来的宝藏这个如来的种性。如来的种性呢就也分为2种一个呢就是自性住种性和另外一种呢就是说随增性的这个种性2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自性住这个种性呢，就是本来我们具有的一个种性。本来我们每一个众生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生命，一个虫，它都有具备了这个如来的宝藏都有这个种性。所以通过经庄严论里面讲的，就是每个众生具备了这个如来的种性，然后通过这个修行而得到的这个随增性的这个种性，有2种的种性。
有种姓以后呢，我们积累的福报，同时会增长我们对三宝的这种圣洁的信心，然后这样来讲这个波罗蜜层的这个部分实修的部分，在这个经庄严论里面呢，也是通过这样来讲的。还有呢，我们在这个印度的80位成就者当中这个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呢，也是以这个佛陀这个在灵鹫山讲的这个般若法门当中的这个中观的部分也可以说是以龙树菩萨呢讲到这个中观无论这样来觉知这个佛终身讲的这个般若的法门这个呢就是其中这个宝鬘论当中呢，也就是讲了这个我们修行呢就是修善趋和然后呢就是定胜有2种来修行的一个目标。作为一个修行的目标是作为我们修行人，首先是要修行这个善趋和，然后再修行要这个定胜。这个定胜的意思呢，就是永久的安乐的意思，就是我们得到人生呢，就是修山山呢就是山区我们得到人天等这些都是属于山区因为修行